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第43天的共读。今天要请陈汉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要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有在这个早晨，能够透过聆听你的话语，能够对主要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来开启今天的一天。主要谢谢你，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心，使你的话语透过牧师的分享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在今天以及今后的每一天都有你的同在，也带领我们有个敬畏的心，使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醒出来。主要将一切放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看顾一下的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好，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看见大卫他要向亚门王的丧礼来致意，但是却遭到亚门新王的误解，以至于来亚门的新王哈嫩就来羞辱大卫的使节团。那亚门人甚至主动校正，那还聘请了亚兰的佣兵来围攻大卫，那兵分3路。约押兄弟大卫的元帅联手来对抗亚门，同时对抗亚门又对抗亚兰。那从历代志上的记载可以看见，这个他们所派出的军队是用重金聘来的，但是约押和亚比筛就为了同胞，为着上主的荣耀，那勇敢的上战场。那也在这个战役当中，上主使大卫的阵营得胜。那亚兰虽然被打败，又再一次哈大底谢再派更多的人来好，那还是又被大卫给打败，所以大卫阵营一石二鸟，亚门和亚兰都不敢再轻看了。那但是其实亚兰不敢再来，但是亚门的战役还没有结束。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11章、12章，都是在这个跟亚门的战争当中还在进行时所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先请陈汉带我们来读第11章的第1节。第2年春天，正是诸王通常用兵的时候，大卫派约押率领部队跟以色列军队出征，他们打败亚门人，攻取拉巴城，但是大卫自己留在耶路撒冷。好，那这段记载，这段事件呢，是大卫他一生当中的一个最低潮的一个时期啊。那从大卫出生，好，然后到他被撒母耳膏，到他成为扫罗的这个将领，好，又被扫罗逼迫。那到扫罗死亡战死，那又到大卫成为希伯伦王是30岁，成为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王是37岁半，所以这个事件呢，应该是发生在大卫40岁到55岁之间的事件，那也是可能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一段时间之后。那这也是成为大卫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这事件的背景呢是在春天，好，那这春天表示这个跟亚门的战争呢，好，那可能是跨了年度，好，那因为亚门好，他并没有要善罢甘休，或是完全的投降，所以大卫呢把原来约押调去打亚兰呢，又调来去打亚门哦，所以这里讲他们打败亚门，那攻取了拉巴城哦，那这个拉巴呢，也就是亚门的这个重要的城市，好，那到今天呢，就是约旦的安曼哦，安曼这个城，好，那就是拉巴城，好，那但是大卫并没有出征，那再请陈汉带我们读第2到第5节。有一天近黄昏的时候，大卫小睡起来，到皇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那里看见一个女人在洗澡，那女人十分艳丽。大卫派人查询她是谁，知道她叫拔示巴，是以连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大卫派使者去招她，他们把拔示巴接来，大卫就跟她同房。
那时拔示巴的月经刚洁净，事后拔示巴回家去。过了不久，拔示巴发觉自己有了身孕，就派人通知大卫自己已经怀孕。好，谢谢。好，那从这个背景呢，就是还在跟亚门还在征战。好，那这个征战呢的当中呢，好，大卫在耶路撒冷并没有出征。那从第2节到第5节呢，这里有几件事情，好，就是和本说日头平息，好，那何修本是黄昏的时候，好，那就是太阳要下山，好，那大卫小睡，或是说从床上起来，好，那不论是睡午觉，或是呢不是睡午觉，从前一天睡到这个时候，好，那也这个作者呢有在暗示，就是大卫呢他睡过头。好，因为一般睡午觉睡到太阳下山，好，那这也是不合常理。那第2件事情呢，大卫睡觉起来无事可做，那就在皇宫的平顶上散步。而在皇宫顶上，因为皇宫就是比人家的房子高，看见他城内呢，好，有一个妇人在淋浴。那这个妇人呢，外貌非常的美丽哦。好，那这个我们不晓得大卫是怎么看到的，或是这妇人为什么要淋浴？好，有人认为这跟后面这个拔示巴她的月经刚刚洁净有关系。但是大卫呢，因为这样子巧合，所以这个作者也是让我们看见，就是在一个巧合当中，大卫就非礼勿视。那非礼勿视之后呢，他还有进一步的行动，就是第3，那他就派人去打听那个漂亮的女人是谁。好，那就查出来之后呢，好，知道她是有夫之妇，好，甚至他的爸爸叫做以连哦。好，那以连呢，我们在读到撒母耳记下的23章，就会知道他的爸爸呢就是大卫的30勇士之一。好，所以难怪可以住在大卫皇宫的附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大卫的爱将，是30勇士。甚至他的先生是赫人，赫人就是迦南人，好，迦南的儿子啊，乌利亚。那这个以连的意思就是神的亲属，神是亲属，好，神是我的亲戚。那乌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啊。好，那所以连乌利亚本人呢，他也是大卫的30个勇士之一啊。好，所以这一对岳父跟这个女婿呢，好，那他们都是勇士，好，都是战士，那都是有被记载名字，好，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3章当中。所以这个拔示巴这个的名字叫做示约之女，好，就是示约之女啊，好，示约的女儿。好，那大卫呢，哇，就对这个拔示巴呢，好这个没有办法忘怀，好，所以呢，甚至呢，他就做了第4件事情，就是派使者去招他。好，那招他就是用王的这个权力权势，好，然后呢，把拔示巴带进来皇宫，好，然后呢，就是硬要跟他发生关系哦。好，那不论这个拔示巴愿意不愿意。好，那但是大卫呢，他是王，好，那他也可以用他的权势，好，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偷偷摸摸，好，大卫呢，他可能已经在这个权力当中，好，在这个王位上面呢，好，所以他就予取予求，他想要的就要得到。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记载，就是那时拔示巴的月经刚刚洁净了。好，那怎么会知道拔示巴的月经刚刚洁净？好，那这个作者好，这个他要表达的大概是2种情况。好，一种情况呢，就是月经走了，好，那可能就是可以怀孕。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月经走了，好，但是到可以受孕当中呢，好，大概还有一段时间。好，那这段时间呢，好，原来是应该不会受孕的，但是居然怀孕了，好，所以大概是这2种情况。好，那但是呢，大卫跟拔示巴发生关系之后，好，那过了不久，拔示巴发觉自己怀孕了，所以从发生关系到确定怀孕，
那有经验的人好，大概就知道好，这不是只有一短短的时间啊，一两个礼拜啊，这可能要1个月以上。好，所以表示呢，这1个月好，从大卫睡觉看人家洗澡，把人家叫来，好，然后呢发生关系，打发人家回去，好，那这1个月当中，大卫可能想说没事，那他也想说上帝都没有说话，但是呢1个多月之后，好，那快的话1个多月，慢的话2个月，好，大卫呢好被通知，好，拔示巴派人来通知说她怀孕了。好，那我们接着再请陈汉带我们来读第6到第12节。于是大卫派人告诉约押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到了，大卫问他：约押和部队可好？前线情况如何？然后对乌利亚说：“你回家休息一下吧。”乌利亚走后，大卫派人送礼物到他家，但乌利亚并没有回家，他跟王的守卫睡在宫殿门口。大卫听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就问他：“你出门那么久，现在回来，为什么不回家呢？”乌利亚回答：“以色列和犹大的战士都在战场上，约柜也在那里。约押元帅和他的部属都在野外扎营，我怎么能回家吃喝，跟妻子同床呢？我指着你的生命发誓，我绝对不做这样的事。”于是大卫说：“那么你今天再留在这里，明天我送你回去。”那一天，乌利亚就留在耶路撒冷。好，那当大卫知道拔示巴怀孕了，好，那大卫他有一些小动作，好，那这些小动作呢，好也可以看出，好大卫他还是为了要顾及他自己是王的面子，而且他这个事件不敢让人知道，好也不想让人知道，所以呢，他就拐弯抹角，好，那设计了一个想说可行的方案。就是派人去告诉在前线的约押，好，所以证明说这个战争还在打的当中，还在跟亚门人对战哦。那叫乌利亚回来，好，那回来之后呢，大卫就表面上是问乌利亚前线的战况如何，好，但是呢第8节大卫对乌利亚说，呃你回家休息一下吧。和合本是翻成下到你家去洗洗脚吧。好，这个下到你家就是说从耶路撒冷下去啊。好，那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皇宫啊，圣殿是盖比较高的地方，你就回去洗洗脚。好，那这个洗洗脚的意思呢？好，它的就是有着暗示这个乌利亚回去跟他太太好，跟他自己的老婆妻子好好享受一下好这个打战的一段时间，因为过了第2年的春天，可能打了几个月。好，那这一段时间没有回家，好，回来好好享受，可以跟太太在一起。好，那这样子的用意就是有点暗示他。但是呢，这个乌利亚呢，却不领情呢。好，乌利亚呢没有说什么，好，只有直接跟守卫就睡在宫殿的门口啊。好，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回家，好，他仍然睡在大卫皇宫，好，跟其他的这些的守卫仆人好一起睡的地方，好，不是真的睡在门口。好，那所以又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去，好，那大卫第2次好要乌利亚回家，好，说你不是从这么远的路上来吗？从拉巴好，那打仗回来，为什么不回去呢？好，那乌利亚的解释是说，约柜和以色列犹大都留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房呢？好，所以这个乌利亚知道大卫的用意，好，他不是不知道，好，那他知道大卫要他回去跟他妻子好好的同房哦。那但是这里提到了约柜在帐篷里，好，那这个
如果这个约柜在帐篷里呢，好，如果第一个是他在战场上面，好，那他们就是抬着约柜出去打战，好，那表示呢，他们这是一个圣战啊，这是一个扛抬着约柜去打战的战役。好，那但是如果这个约柜呢是在帐篷里，可能是在大卫的帐篷里的话呢，好，那它的用意是指，好，这个约柜还没有加，好，约柜还没有着落，好，那他呢，好，怎么可以自己先回家？那甚至他的主人，好，跟仆人，好，就是表示乌利亚呢，他上面有老板是约押，他下面有仆人，好，就是他是30勇士之一哦，好，那所以这个乌利亚呢，他不管是对上对下，好，他认为他不能够这个时候回来享受，好，他必须要坚守岗位啊，好，所以他还说，我指着大卫的性命发誓，我绝不干这个事情，好，绝对不做。所以大卫呢，就是连续2次碰壁啊，好，那他把乌利亚叫来，好，要他回家睡觉洗脚，好，要他回去跟妻子同房，好，但是大卫呢，这个乌利亚呢，好，却不领情了，好，所以12节大卫第3次，好，对大卫说，那你今天再留一夜，好，明天我就打发你去，好，就是我送你，好，让你回去战场，好，所以大卫其实有3次的机会，好，就是要乌利亚好好的可以回去，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目的呢，就是他要把这个乌利亚拔示巴肚子里面的孩子，好，然后呢就是用这个障眼法，好，然后算在乌利亚的头上啊，好，但是大卫怎么算呢？都是乌利亚不领情，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可能在大卫那时候，好，没有像今天这个引产、流产，好，或是这个堕胎的这个方式或是技术，好，所以以至于呢，或是他们更认为这个堕胎好是一个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好，不去做这个事情，好，所以总之呢，拔示巴的肚子越来越大，好，那大卫的头也越来越大，好，那接着再请陈汉他们来读13到17节。第二天，大卫召他来跟自己一起吃喝，让他喝醉了。到那天晚上，乌利亚仍然没有回家，他到王宫守卫室去，睡在自己的毯子上。第二天早上，大卫写了一封信给约押，吩咐乌利亚带去。信上说：把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前线，然后你们撤退，让他战死。因此，当约押攻城的时候，他派乌利亚到敌军防御最强的地方去。敌军从城里出来，突击约押的部队。大卫的军官有些战死，赫人乌利亚也阵亡了。那接下来呢是大卫第3次，好，那他说明日要打发让乌利亚回战场，其实他又把乌利亚强留下来，好，那这次是灌醉他，好，灌到天黄昏的时候，好，但是乌利亚呢，好，他还是趁着黄昏，好，他还是从皇宫出来，好，那躺卧在自己的毯子上啊，和本是躺卧在自己的床上。好，那所以其实他的乌利亚床是在他家，好，但是他是躺在自己的毯子上，好，就是没有睡在皇宫里面，好，那甚至呢就是跟他的他的仆人在一起，好，就是跟他的这些打战的弟兄们在一起哦，那所以呢大卫3次都失败，好，所以再来再过了一天，大卫就写了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是由乌利亚亲手带给约押，所以乌利亚完全都是被蒙在鼓里，那这个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把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前线，然后你们撤退让他战死。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就是一个明显的预谋杀人。那约押怎么接招？约押呢，他如果知情，好照做呢，那约押也跟着犯罪。但是我们看到约押呢，他有做了一个动作，好，这个动作呢在16、17节，
就是约押呢，他一方面不能违背大卫的意思，但是一方面他又不能够自己下这样的命令，因为如果到时候乌利亚冲出去，然后约押叫人撤退，然后让乌利亚死在战线上，那所有的弟兄就会回过头来怪约押，所以约押也很聪明，那他就派人在侦查、窥探的时候呢，去窥探这个亚门的这个城，可能就是拉巴城，那知道呢，这个拉巴城，这个亚门人的城，它的大概的摆阵是如何，那就让乌利亚靠近那个城门，那靠近城门呢，乌利亚就被城里面的人发现，然后就被迫要开打，那开打呢，这个乌利亚就战死了，果然这个约押稍微调整一下，那就让乌利亚也是同样的状况，但是他不是被自己的弟兄陷害，他是真的是去到前线因公殉职。好，接着再请陈汉带我们来读18到24节。事后，约押把战事的经过呈报大卫。约押指示使者说，在你向王报告这次战役的经过后，他可能发怒，责问说：你们为什么那样靠近敌方城墙作战？难道你们不知道敌人会从城墙上射箭吗？你们忘了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是怎么死的吗？他是在提贝斯被一个女人从城墙上推下来的一块磨石压死的。为什么你们那么靠近城墙作战呢？如果王问这些话，你就告诉他，王的军官乌利亚也死了。使者到大卫王那里，照着约押指示他的话向王报告，说敌军比我们强大，他们从城里冲出来，在城郊跟我们打。我们把敌军赶回城门口，他们就从城墙上对准我们射箭。陛下的一些军官中箭阵亡，赫人乌利亚也死了。那这一段记载看起来是多余，就是把这个事件讲得更仔细，约押跟这个仆人的对话，然后传话要给大卫，那约押自己也编了一个版本，甚至这个版本呢比大卫写的信呢还要长，那什么用意？可以让我们来从这段文字来看呢，就是约押呢，他就要回报这个经过，那这一段的文字让我们记载看见大卫呢，他对于每场战争呢，他都要了解得非常仔细，甚至从约押的回答当中也看见约押怎么摆阵约押怎么样派兵约押怎么调度呢？大卫其实都很看重，所以大卫一定会追问。所以约押呢，他也担心说他没有完全按照大卫的这个要求就是到战争的前线去，然后让众弟兄撤退，留乌利亚一个人死在战场上。那他也担心这个他改变方式。好，那大卫会念他，会责备他，这样的对话，为什么你们打仗要靠近城？就是为什么要靠近这个亚门的城那么近，以至于呢，敌人从城墙上射箭，甚至呢，从城墙上抛石头，在这个耶路比色，那这个耶路比色现代中译本直接把它翻成基甸因为这就是基甸的名字，基甸有名字叫耶路比色，又叫耶路巴利，那我们最熟悉的是基甸。好，那这个故事呢，记载在士师记的第9章就是这个基甸的儿子呢，他有70个儿子，但是70个儿子呢，后来亚比米勒呢，他就杀掉了其他68个儿子，还留下一个最小的儿子，因为最小的儿子逃跑了。好，那这个亚比米勒呢，就杀了这些儿子，就想要来做士师取代这个基甸的位置。但是后来这个亚比米勒呢，他却是
在一个战役上刚好被一个妇人就随便抛一块石头就打中他的脑门，就死了。好，在讲士师记第9章的这个事件。好，所以约押呢，就是怕大卫会责怪说你为什么让没有用这样的战法。好，但所以呢，约押他也加了一句话。好，这句话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样讲回报这个战况，但是你要把一个关键字说出来，关键字就是你的军官乌利亚也死了。好，所以只要大卫听到这句话呢，他就满意，他就高兴。好，所以表示说这一些事件呢，不仅大卫知道，约押知道，其实这个是一个预谋串通好，但是约押在这边所做的呢，就是要撇清了。所以22、20到24节，使者就去见了王，好，那就把这样的事情又复述一次。好，其实这一段真的是可以感觉就是多余，因为乌利亚死就死了，好，那他们的计谋都成功了，好，但是这个作者撒母耳记的作者把这个事件呢，好，又再讲了一次，好，说他们怎么样靠近了敌人，好，然后呢到城门，然后乌利亚是死在弓箭手的这个箭下，好，最后他也讲出了关键字，好，你的仆人军官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好，那我们接着再请陈汉大们来读最后的25到27节。大卫对使者说：“你回去鼓励约押，叫他不要难过，因为战场上谁死谁活是不可预料的。鼓励他要集中力量攻城，把他倾覆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听到丈夫的阵亡的消息，就为他举哀。居丧的日期过后，大卫把拔示巴接进宫里，成为王的妻子，给王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上主对大卫所做这事十分不悦。好，那我们从大卫听到使者回来的报告之后呢，大卫怎么说呢？你回去鼓励约押，叫他不要难过，好，因为战场上谁死谁活是不可预料，鼓励他集中力量攻城，把他擒覆。好，那这个和本是说你要勉励约押，好，所以这一段意思就是大卫呢，他透过这个使者得到这个消息呢，好，就是大卫不在意他的部下死了几个，好，他也不在意这一场的战争，好，其实这个战争只是一个搜查队或是一个前线战，啊，打败了，啊，其实对大卫来讲呢，好，他很开心啊，很开心，就是他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呢，好，这下子呢，死无对证了，拔示巴肚子再怎么样大呢，好，乌利亚呢，不会因为戴绿帽做老王、小王，好，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把这个让大卫呢，好，他的名誉好就臭掉这样子，所以大卫呢就在这个对话当中，好，就意思就是说约押有功，虽然约押用的方式不是大卫交代的方式，但是呢大卫肯定约押所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复杂的对话过程当中，约押他也真的是用尽心思算这个机关算尽了，就是这个罪呢不会算到他的头上，他可以逃过一劫。好，那最后2节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是约之女啊。好，那她听见丈夫死了，好，为她丈夫哀哭。好，那到居上的日子，好，那这居上的日子呢？好，如果从创世纪50章，好，约瑟死了来看，好，那可能是7天。好，那这7天过了呢？好，大卫呢就派人把她接到宫里面，然后就把她娶进门。现在因为她是寡妇，好，所以大卫娶她呢，没有人能够说什么啊，因为前面大卫已经有好几个妻子了，好，但是呢，他现在又再多娶一个，而且又是一个寡妇，又是因公殉职，好，大卫可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有情有义，他把他的这个30勇士的部下，好的遗孀娶进来照顾，那这是合情合理啊。好，那但是这里没有讲到拔示巴有没有孩子。好，有没有自己的孩子是没有提到，乌利亚没有留后，没有提到，好，很可能是还没有孩子，好，那但是呢，大卫
到目前为止，上帝呢从11章到这里，上帝都没有出现，但是最后呢，上帝呢的出现了表态，上主对大卫所做这事十分不悦啊，这事到底是哪事？好，那其实呢，这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整串的组合啊，从第一个大卫睡到太阳下山，第二个偷看人家洗澡，第三个偷看还要去打听，还要知道人家的这个家事，然后第四个派人去行动，把他接进皇宫，第五个跟这个女子有夫之妇发生关系，第六个呢甚至还要嫁祸在乌利亚，让乌利亚呢回家跟他的太太洗脚，然后同房。好，那如果大卫到这里呢，他计谋成功，那他就成功，但是乌利亚又没有听话，所以又有第7个就是谋杀乌利亚的事件了。所以这连续的7件事情呢，也让大卫的罪孽呢，真的是非常的重啊。好，所以大卫的生平从撒母耳记上16章到撒母耳记下24章。好，但是呢，如果分成5段来看呢，就是今天的事件呢是在从11章到20章啊，这是一个组合的事件。这组合事件呢，通通就是起于大卫明明前线在打战，他却在家里面睡觉，睡到没事可做，看人家洗澡，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呢，结果这个引起的连续的事件呢，真的是无法收拾啊，而且损伤惨重啊。好，所以从11章一直到20章，都跟这个事件息息相关。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退居后线，但安逸的生活让大卫陷入危机。大卫一步错步步错，从贪恋别人的妻子到奸淫到偷窃到杀人10戒里面犯了好几戒。而乌利亚的真诚的忠心呢，对比大卫，他这个一心想要来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然后又害怕东窗事发，然后呢又要假装好意，对待自己的兄弟，然后最后其实就是笑里藏刀，预谋杀人，这2个对照，真的让大卫非常的难看。那大卫自以为天衣无缝但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明天12章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被活生生的揭露这个一连串的犯罪事件。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透过撒母耳记的作者非常仔细的描绘，让我们看见当人陷入在试探当中、引诱当中真的是带起全副的军装让我们能够维持有纪律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一切的引诱。因为我们知道在这背后，当我们陷入罪越深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上帝的管教是更重的，因为这也是你与大卫和大卫子孙所立的约定凡主所爱，主必管教。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行走在正直正义的道路上面。主，我们也把今天有圣歌队的圣乐之旅，以及今天也有台湾这个河山的公投，也都交在主的手中也求主你亲自来看顾，愿你的旨意来成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陈汉，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